欢喜吼，即个感恩节，咱来三个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阮遮尔水的日子，空气、日光，阮所欠用的。今仔日阮特别搁一摆提醒阮家己，过即个感恩节。愿你通过阮所想你的话，利益伫阮的灵上。祈祷奉耶稣名，阿门。咱今仔日读即章圣经吼，我想咱大家拢真熟。我想今仔日伫全加拿大吼，即个感恩节吼，一定足侪牧师用即章圣经来讲道。我吼对细汉入教会吼，我听即牧师讲即章圣经吼，差不多拢是伫讲吼。啊，咱10个才一个转来说道啥？迄教会是安怎无来？啊，若有就讲，有我捌听一个牧师吼，规个讲道敢若伫找理由，讲迄教会是安怎无来？啊，听着实在是真趣味啦吼。啊嘛无就讲，啊意思是叫勉励大家讲，毋通像迄教会啦，咱着爱感恩，这是基本的代志。我今仔日吼，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即章圣经。我决定才讲啦，因为要开始以前，我爱先甲咱讲，耶稣的时代，泰国的人真正是足可怜的啦。路加甲咱讲吼，耶稣行到加利利甲迄个撒玛利亚的交界，伊是安怎讲迄个所在？迄个所在是吼。咱所讲的 no man land， 无人伫遐住，因为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的中间有一个真大的隔膜，所以撒玛利亚人尽量不爱去挖犹太人，犹太人嘛尽量不爱挖迄个撒玛利亚人，所以互相拢看轻，啊，所以迄个所在差不多是无人住，因将所有泰国的拢总塞去伫迄个所在。啊，照威廉·巴克利的注解讲吼，伊讲，迄个就爱泰国的人爱甲普通人爱保持50 yard，50 yard 是150 feet， 就不遮远啊吼，拢爱离遐尔远，啊袂使挖。啊，人若毋知影要行较挖来，伊就爱发讲，我无清气，你无挖来，我是无清气。因为咱即偏冷的即摆吼，咱逐个有人拢捌去互隔离着吼，隔离足艰苦的呢。阮2个转去台湾隔离伫家己的厝吼，嘛住啊足艰苦的呢。人若要食面饭，拢吊伫门口，才去摕啊。迄心肝足快啊！你家想讲这泰国吼，都是迄款生活。啊，耶稣迄时行到遐，拄着10个泰国做伙。你逐个拢不爱甲因做伙，逐个拢惊因，啊因咧，我接受即10个做伙吼，一定是互相照顾。人吼，无甲人接触真艰苦咧。咱拢泰国啊，外人拢不爱插啊，啊咱若家己阁毋插哦，啊就惨啊咧。所以10个人泰国吼，中国话有一句叫做同病相怜哦，有影啦。迄共款病人拄着即个代志，逐个拢不爱插咱，啊，咱家己若无照顾，我相信因10个人原来有迄个，敢若一个团体 community 迄款感觉。同病相怜哦，是足艰苦的代志。我甲恁讲我一个经验哦，我咧破病时去入院去做化疗的时候。拄仔去的是无人捌我，啊，过较久吼，我化疗一直做吼，感谢上帝啦！恁大家拢知影，我头毛嘛无力，啊嘛会食，啊吼，啊行无运动吼，我举一支电池吼，迄个啊病房安尼洗，一支洗几60遍安尼洗呢，吼，啊尾啊一寡。我咱伫病院迄个朋友，
知影讲我是牧师啦。有2、3摆吼，人来叫我讲，拜托护士来甲我讲，若知影你是牧师吼，你敢会当去替因祈祷？啊，牧师人要招祈祷，你敢会使讲袂？啊，我拢去替因祈祷。我甲你讲哦，我祈祷上帝当然伊好会照顾我。我来讲，我逐摆拢祈祷个效率啦。我咧想讲哦，啊，我咧替人祈祷，啊，我这4粒要谁要替我祈祷？我家己在遐，迄落感觉吼，我无望恁会拄着的，同病相怜哦。啊，我顶摆咧牧会时吼，若去，特别是去病院去探迄个hospice， 迄个安宁病房。伫内底吼，患者甲患者，迄个患者去遐已经拢是真脆弱啊。那还佫有一个几人吼，互相拢相慢呢，互相拢伫问看你安怎呢？互相拢迄家族甲家族的中间，以前拢毋捌哩，因变做好朋友，互相伫啊。以外无以外，伫病院就是遮个人来尔。我讲这是非常。啊，耶稣吼看到即10个太哥，因毋敢活来，因大声甲我，耶稣帮助阮。耶稣吼用第一紧的方法，耶稣无甲伊讲来，恁拢活来，咱来三甲祈祷者，再来看要安怎？无哦，伊嘛无像迄个旧约以利沙乃曼迄个太哥，你去。什物河内底洗7摆？无，耶稣足简单讲，恁去互祭司验。你若去看利未记14章吼，利未记14章规章差不多拢咧讲太高的吼，要爱检验爱安怎验，是足啰嗦的呢。你转去读看卖，我看吼好。敢若要行遐路程，啊，着献祭，啊，着创啥安尼变呢？啊，互伊看，啊，伊看1摆佫袂使，几日以后还佫来看1摆。你去看利未记第14章，耶稣拢无管遮个。耶稣甲因讲，恁去互祭司验。对迄10个来讲，因要若好爱互祭司验，因拢知影。毋过因嘛知影讲，迄是偌好啰嗦呢？你叫我去互伊念，啊，佫一项，因若有太高，要安怎去互伊验？啊，去啊哪还袂好咧？啊，圣殿祭司的所在人遐尼济，阮太高的人，阮哪会使去啊？耶稣拢无甲因讲啥，恁去验。圣经讲，因去的时，看见家己拢前去。新约的台湾话圣经讲，因伫路中的时看到因拢前去，因为这是耶稣非常体贴这10个呢。这10个有来因有通做伴，总是迄个团结是真悲哀的团结，敢是？耶稣知影，恁拢毋免搁在遮，我嘛免甲恁摸啊啦，恁就去验就好啊。啊，当过来，这实在是一个真大的神迹，耶稣出去听心的神迹。啊，10个有1个转来说道者。老实讲哦，我感觉哦，这是你若要帮助人哦，甲你说道者的1/10的人是差不多平均值啦，差不多是安尼尔啦，你毋免望伤济啦。我有时仔感觉讲，咱咧甲上帝祈祷的时嘛呢，我讲我做牧师哦，我第一感觉，毋是受气啦，毋过我会真失望的代志哦。我捌有迄个会友哦，因兜有人破病哦，啊电话敲紧紧，甲讲伊破病啊，你去甲看伊病啦。咱就去看，啊去甲探，无问题，去甲探。其实我过几日仔过去哦。人伊出院啊啦，拢无甲我讲呢。破病迄时，牧师求紧紧，咱有时仔嘛拄着代志，是求上帝求紧紧哦。啊了后就怎啊煞去安尼？
我家己做牧师嘛是有即个缺点。譬如讲，咱伫遮讲啥人破病啊，咱查这医道，即个人有较好哦。咱毋捌真罕，你伫遮报告讲，即个人已经好啊。你敢有迄个感觉？认为这敢毋是甲即9个差不多？咱敢是甲即9个差不多？即个撒玛利亚人，伊来的是，也圣经讲，伊大声阿罗上帝，了才拍伫耶稣面前，甲耶稣说道谢。耶稣有问讲，啊，剩的迄9个走去佗？伊是毋是受气？我想伊毋是受气，伊失望啊。这个人，伊耶稣咧问即个问题了，问讲即9个，敢若一个会晓转来归荣光互上帝，剩的迄9个袂晓转来归荣光互上帝。耶稣咧要紧的是归荣光互上帝，毋是对伊说道谢。这是耶稣最伟大的所在。伊无得要紧人有该说道谢，总是伊知影，伊医好这个人是上帝医治的规律。这个撒玛利亚人，阿罗上帝，了才拍伫耶稣的脚前。路加写这个故事的时，是毋是有受遮济，我毋知啦。我可能即摆退休较有时间哦，圣经有哪读哦，一时一大变哦，我毋知。总是我感觉这真有，对咱来讲是互咱真大的启示咧。咱拄着阿罗上帝。感谢人对啦，总是阿罗上帝。了后，耶稣甲伊讲起来，做你去，你的神有救你。我拄仔讲，我要对别个角度看，我就是要看这样代志。我今仔日的题目，你的神有挂有感恩有救你。感恩甲神的中间的关系。感恩甲神，感恩甲神，咱普通想，感恩就是感恩，信仰是信仰。总是我愈来愈想愈感觉，一个有信仰的人会晓感恩，会晓感恩的人会更较有信仰。信仰甲感恩吼，是即落做啥物？中文叫做相辅相成，是无？有迄落话吼，我着还佫会记咧吼。互相信仰甲感恩的心是，英语叫做two sides of a coin， 银角的两边啊，同款一样代志。我要用几来方面哦，来甲咱三甲想信心甲感恩的。透一人问，一个会晓感恩的，感恩是咱承认我需要外靠别人。咱逐日在生活，咱真少想偌济人伫这个社会，伫咱的附近得帮助咱普通真少安尼想。咱日常的生活会当足方便，真正是足济人奉献因的努力、因的精神、因的时间。因有些因的技术来，互咱生活遮尔方便。上简单诶，一礼拜收一摆本数遐个，收本数的兄弟姊妹，兄弟，因若罢工哦，咱拢真认真诶。是讲，即摆诶 pandemic， 你会记你拄拄开始诶时。大家拢留到厝内做工，有一部分的人因袂使留到厝内做工。上简单，遐 supermarket 工作的人，因乖乖的出去着，你无做，咱大家拢无通食咧。遐个人冒因的性命危险，因出去做工，咱的生活方便。这医护人员，你电视拢有看，因安怎拼，因安怎？为着
别人的健康，因会付出。我呢侪人奉献因的时间，奉献因，甚至用因的性命，在服侍咱。英语有一句话讲吼 ，You cannot pull yourself up by your bootstraps。意思是讲吼，你无法度通扶落去吼，扭你的鞋仔大吼，啊，家己扭起来啦。你若要离开大涂骹吼，一定爱人甲你抱啦，你家己无法度啦。这是一句咱有需要人帮咱。圣经咱在拄仔所读诗篇，我的心就嘛，你着学了耶和华，唔通袂记得伊的恩典，因为会晓感恩的人，承认家己的谦卑，承认家己的无够。就是感恩会互咱的心灵。迄个精神上的压力较减轻。加拿大有一个真出名的医生叫做 Dr. Hans Selye。这个 Hans Selye 吼已经过身啊，伊以前是伫蒙特利尔大学，伊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对移民对欧洲移民来，伊是专门研究 stress 生活的压力。伊伫越战的时候，美国为越战的时候，美国政府用伊用真济，因为伊专门研究迄个 stress， 做兵转来人因所有的生活的压力。这个人讲一句话哦，伊讲保持感恩的态度是最好减轻生活压力的方法，因为感恩会互咱较快乐。这有影呢，这有影呢。我2-3礼拜前伫遮讲保罗关伫罗马的监狱内底。你会记得保罗伫腓立比人书第4章吼，伊写头一句话，伊讲着踮伫主内欢喜，我要搁讲伊着欢喜。你想看觅，一个伫监狱内底的人，叫外口的人讲恁着爱欢喜。例如伊家己若无欢喜，伊会安尼讲也袂，无可能啊。伊互咱关伫监狱内底，伊叫外口的人讲恁着爱欢喜，这是我哩无简单的代志。我2-3礼拜前有讲，因为伊感恩，一个关伫监狱内底的人，伫腓立比第4章第6节，伊甲外口的人讲，拢毋通看入什么，万事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即款会几力对倒来，这甲伊知感恩有关系的。外在的环境，大半咱无法度通改变，总是内在的欢喜、的感恩，咱家己有法度。当然，求上帝的帮助。伫帖撒罗尼迦第5章第16节，第16节到前书第5章第16节到第18节，伊讲保罗写的，着常常欢喜，着祈祷无煞，凡事感谢。新约的圣经我感觉译了较好啦。凡事感谢吼，老实讲，有时仔拄着一寡代志，咱无法度感谢的，这实在讲啦。所以新约的圣经我感觉翻了较好。伊讲着不时欢喜，着继续祈祷，无论什么境遇，拢着感谢。真正，世间真侪代志，要叫你感谢，实在是感谢袂出来。英语的圣经是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 毋是 For everything give thanks， 这真无共款。
无论什么境遇，感谢。我最近实在是昨晚做一个人，读到一个吼，我伫读别篇文章的中间去读到这个人的代志。这个人做 Avery Dulles 吼，伊的老爸吼是 Eisenhower 做美国总统的时的迄个国务卿 John Dulles。John Dulles 对咱台湾足好的，伊对蒋介石足好啦，伊就反共的嘛。啊，伊常常去台湾，伊常常迄个伊做美国的国务卿，啊，国民党拄摕来台湾。迄个时阵，国民党真需要朋友。John Dulles 是 Eisenhower 的迄个国务卿。这 Avery Dulles 是伊的囝，因拢长老教会的人啊。这个少年 Avery 吼，伊有一个时阵离开教会，伊是长老教会的囡仔，离开教会。后来伊佫倒转来，倒转来教会。恢复伊的信仰，伊去做神父啦，伊改去信天主教，伊做神父，这就非常聪明的人，伊写真侪本册。我可能后礼拜讲到，伊佫讲到伊到伊不遮侪岁，是因为伊伫神学上贡献天主教，也是讲贡献规个教会。贡献足济，所以 John Paul II 破例，因天主教的规则内底有讲，你若毋捌做主教的人你袂使做红衣主教，敲定会使投票选教宗迄个人，迄款拢穿红衫你拢捌看诶，敲定袂使做，总是因为伊的贡献遐尔大。John Paul II 破例，开放做考量。伊对天主教的贡献，特别是伫大学甲神学贡献足大个。到伊年老的时候，伊90岁过身。到伊年老的时候，伊行动不便，伊的手毋知我袂记倒一支手袂叮当，总是伊手以后会叮当，所以伊拢用电脑安尼。伊袂晓讲，袂当讲话，因为身躯问题，伊袂当讲话，所以伊拢用捌。伊要死，伊12月死，迄年的4月，伊做过校长，伫遐教过一个大学，开一个会，该说道下。知影伊已經真老啊！伊袂曉講話，所以伊寫一個人替伊讀。這是伊上尾公開講的話。伊講我寫出我用言語互恁聽伊講受苦甲身軀衰老毋是第一歹的代志啦，這是生命的一部分啊！尤其是年老的時，這款代志是應該愛預料的代志。伊講我已經90歲，我的頭殼還佫真清楚，我還佫會當寫物件，雖講我用拄的，我還佫會當寫物件。伊講我到即馬才知影伫聖經內底，遐個變碎的、袂振動的人袂講話的人耶穌甲伊醫好的是因一遐歡喜，是安怎會遐歡喜？我若拄着這，我嘛會遐歡喜，伊個意思啦。伊講我即馬行動不便，佫無法度講話。上帝帶我，互我來拄着這個代志。我相信上帝會賞賜我開力，應付我所拄着的代志。上尾伊用英語寫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願上帝的名得到呵樂。伊寫呢，因為一個一生奉獻予教會，老的牧師啦，嘛是牧師啦，伊尾
上尾啊对外公开讲的话是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我几啊年前去Montreal，伫一个Montreal大学的老师教授的办公室的头前，看到这个，我有囥伫遮，你有会当做无？哦，这个伊讲这是英语写，下开始我翻译的啦我读咱读台湾迄落，上帝若带你到遐，伊会带你行过遐。这句话我想着4篇23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恁捌念的是恁捌想这句话的意思？我行过死荫的山谷，我毋是到死荫的山谷，上帝山我挡在遐内底咧。我行过，这句话真好的意思是，上帝若带你到遐，我拄好讲迄个 Every Dallas 讲的话，我的身躯即马呢我相信上帝，上帝。带我行过遐，过去过去，快乐的时刻，学了上帝，过来，一个恁困难的时刻，祈求上帝，恬静的时刻，敬拜上帝，艰苦的时刻，信靠上帝，每时每刻，感谢上帝。第三，我要讲感恩会帮助人恢复愿望。我读到一个故事是一个酒鬼火解的酒鬼写的故事。伊讲伊啉酒食药规个家庭母到火早插，伊的某囝拢离开伊啦。伊讲迄个时阵伊足 bitter，这是苦的意思。我感觉台湾话上解下的翻译就是唔甘愿啦 ，bitter 就是唔甘愿啦。伊足唔甘愿的。我甲你讲，伊讲伊毋捌想讲是家己毋对，伊拢想讲因某囝袂应该离开伊，伊足唔甘愿的。所以伊过甲足艰苦的。伊讲有一日拜六早起，天乌阴天落雨，寒，伊行出去，有一间咖啡厅，伊入去，咖啡厅内底有一寡人，门关咧，寒天嘛，门关咧，内底有人咧坐，看起来敢若大家拢真袂快乐个，看拢伫坐伫内底，无一个咧讲话，大家拢无讲话，就一间点。过无偌久，有一个妈妈带一个查某囝仔入来，就迄 waitress 来，跟摕因的迄个 order 去。迄个查某囝直直甲因妈妈讲话，真欢喜。唯一讲话就是因两个某囝咧讲话，剩个大家拢点。因咧食面，迄 waitress 旁来的是，迄 waitress 看因咧讲话足欢喜的。要食饭以前，迄个查某囡仔真大声甲伊妈妈讲：“妈妈，咱爱来感谢上帝呢。”迄个 waitress 感谢上帝，伊有迄个智慧，伊掠着迄个机会，伊甲所有的人讲：“嘿，大家，咱来感谢上帝。这个小朋友叫咱感谢上帝，咱来感谢上帝。”这个 waitress 甲这个小朋友讲：“你会当带阮去倒？”上头以外啦，因妈妈甲讲：“你会晓啊，你会晓祈祷啊，你讲迄句啊，你逐摆祈祷迄个。”迄个查某囡仔大声祈祷讲 ：“God is great, God is good. Let us thank Him for our food. Amen。”足短哦 ，God is good, God is great. God 阮囝细汉我嘛甲教这个人。God is great, God is good. Let us thank Him for our food. 迄个人讲伊对迄个时阵开始感觉
短短的祈祷的感恩的祈祷，改变伊的一生。因为这个故事哦，我读真水的故事啊。检查你会想讲，敢有影遐尼简单？我想有影啦。真，伊讲伊的人生是对这个查某囡仔的祈祷，伫遐解放。伊生出愿望，可能伊已经袂记上帝啊，搁较毋捌感谢上帝。伊想会到的，就是敢若伊的某囝离开，伊毋捌想伊家己毋对。伫遐回顾伊的人生解放了。上尾啊，我要讲的是，感恩会增加咱的信心。信心会互咱会晓感恩，感恩会互咱的信仰更较成熟。这也是耶稣对迄个太哥讲的话：你的信有救你，新约圣经讲你的信心有救你，你的感恩有救你。困难的环境的中间，若会晓感恩哦，常常迄个困难变做咱的灵魂中进的动力，你知影？咱加拿大的Thanksgiving即个weekend，老实讲，我来加拿大时，我感觉足奇怪的。我迄阵我还未来就知影美国的感恩节是11月第4个拜四吼。我来时，我问一个我的老师伫讨论着，我是加拿大迄个是安怎安尼？伊讲我上简单，加拿大11月就拢平等啊，要感谢啥？就10啊，搁一项伊甲我讲，加拿大因为较北边，咱的日照较长，所以咱种的物件较快成熟，所以较早收成，然后比美国南部就起足早。啊，所以即个时阵做。毋过我去甲看加拿大的迄个 Thanksgiving 是安怎来的？无安怎呢？是吼，迄个伫1957年吼，正月31，迄个时阵的 Governor General 吼，或者 Vincent Massey， 即个人当然是一个基督徒啦，伊可能也受到美国的感恩节的影响，伊感觉讲，伊发一个 declaration， 呼吁加拿大人，就安那爱守一个感恩节。啊，这是已经的10月的第2个拜日，10月的第2个拜日是咱的感恩节，对明仔载。加拿大的迄个感恩节由来啥呢？美国就真无共款啊。美国我毋知恁知影美国的历史。美国人因 Mayflower 来到美国东北边 Boston 迄个所在，因伫英国毋捌拄着遮天寒的天气，所以来真侪人袂说了，真侪原住民教因安怎过冬天。因过冬天了，遐个清教徒头一项就是感谢上帝，阮即个冬天互阮过，啊是得到遮个北美洲的原住民教因安怎过，所以伊初期的人，初期的遮移民甲原住民的关系是足好的呢。哦，原住民教因种番麦，即拍迄个野火鸡，咱即摆咧食火鸡就是对遮来啦。啊吼，美国人伫遐尼歹的环境的中间，因不时拢会记通感谢上帝。到1789年 ，George Washington 第1年做总统第1年的时候，伊规定一日，我毋知做一日，伊呼吁所有的美国迄个时阵的美国人，叫因用感恩的心感受
上帝大方恩典。因有讲哦 ，not acknowledge with grateful heart the many and signal favor of God。感恩。总是美国人迄个时阵嘛，拢无倒一日是感恩节也无，一直到1863年 ，Abraham Lincoln 才规定11月的第4礼拜的拜四做因的感恩节。1863年，什么代志发生？你知无？南北战争1864年才煞。所以 Abraham Lincoln 叫大家感谢上帝的时候，迄个时阵是美国第一惨的事。战争，美国人杀美国人，为着乌路的问题，这个代志，伫即个时阵，Lincoln 呼吁大家，叫大家都来感谢上帝。所以，即嘛倒等于美国的过去的历史，你甲看，迄个时阵美国会当发展到安尼。毋是无理由的，因会晓伫上艰苦的时感谢上帝。因的感恩节由来，毋是安尼日子足好过的时伫感恩的，是伫足艰苦的时伫感恩。因为感恩的心会互咱的信仰更较成熟。真正有法度，通无论伫什么境遇，拢感谢。所以我要用一个故事吼，是我读着拢无人名啦，敢若知影是一对牧师甲牧师娘，因住伫 North Carolina。即几年前的代志我毋知，讲伊一个囝车祸，过身去，迄个时阵还袂死。到病院的时，医生是判断讲，因已经脑死了，伊个脑已经无脑波啊。即个少年人哦，差不多19岁、20岁，伊的 driver license 有签讲伊若有啥物代志，伊的器官要互人，要还伊要管遐尔个。所以到病院时，伊才摆一走前，因爸母嘛讲即个少年囡仔若到安尼啊，好，甲医生讲我你甲摕会当用的器官摕起来。牧师娘转去。North Carolina 的法律吼，容允接受器官的人，甲送因器官的家族吼，因若互相同意要见面吼，会使。所以即个牧师甲牧师娘吼，去问医生讲，到底阮囝的器官是送啥人，送几个？尾因知影，伊有人摕着伊的心脏，有人摕着伊的肺，有人摕着伊的 cornea， 是眼角膜的，眼角膜啦吼。牧师娘要求讲，你敢会当家问因，看因欢喜甲阮见面无？迄三个足欢喜的，这是9个月后的代志因伫感恩节的前迄个拜六，拢去迄个牧师娘遐。迄个牧师娘回顾这项代志，伊讲吼，因迄三个人来是当然认真感谢的。伊讲，互因做爸母，第一感动的代志是吼，牧师甲牧师娘坐伫一个查某人的中，迄个查某人坐伫因的中，牵牧师的手甲牧师娘的手，一个换伊的倒手，一个换伊的正手，迄个伫个 pose， 迄个幕布，互牧师甲牧师娘知影讲，迄个伫跳迄吼。迄是恁囝的心呢，因囝会怎做？佫迄个一个查某人，伊的目睭是 blue 色，因看，因的囝的目睭就是迄个色。伊
伊讲因伫遐看到因囝目睭，因做伙要祈祷的时，坐伫对面迄个查甫人出声祈祷，祈祷了，伊甲牧师讲：你的囝若无伊的死，若无互我即马连喘气都袂当喘气。这个牧师讲哦，拄着囝车祸早死，当然真伤悲啦。总是讲，阮毋捌经过一个搁较有意义的感恩节。因为信仰会当互咱无论伫什么境遇，拢会晓感谢。感谢会晓感谢是谦卑的表现，会晓感谢，咱会较快乐过日，较容易接受所有加伫咱的身躯的试炼。加添咱的信心，确实，无论什么境遇，咱拢通感谢。咱来三个祈祷。非常地感谢你，伫这个日子，互阮搁一摆想起感恩的代志。你的恩典教育阮用，这是你甲保罗讲的，也是甲阮讲的。恳求你帮助阮持续会晓感恩，归荣光伫你的名。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搁一摆会当做伙伫遮敬拜。拢是阮知真侪人因的奉献、因的牺牲，阮才有遮尔方便的代志。主，阮为着因感谢你。求你也帮助阮，互阮会晓感谢伊。